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4年9月17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69节到176节。列王纪上卷13章11节到25节。歌罗西书第3章第1节到11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甲主同国活。无有义人，这是昨经文分享的主题甲内容。咱必须爱来探讨，到底为什么无有义人？上帝毋是伫世世代代拢呼召人来跟随伊吗？上帝毋是选择以色列人来跟随伊吗？安尼为什么无有义人？根据上帝设立大笔的王朝，上帝讲要互伊的后代永远做王，但是却无啊。那是因为人的性命无得到更新，无领受迄个国活的活命，人也选择来背离上帝。就算是讲得到呼召，却伫生活顶悬拄久，俗语咧讲加困的人叫袂醒啦吼。像一寡时阵，这个中会有办这个同工的培训，就有迄个同工用着教会甲中会的补助，就是闭伫咧房间底，咱讲伊咧困啊吼，补眠。或者是因为身体无爽快，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，咱毋知影。但是身为同工却连一声拍招呼都拢无。列王纪上卷13章11节到25节，逼着你有一个老先知，伊的囝来，将迄个上帝重用的人，伫逼得你所做的代志。甲伊对王所讲的话，拢甲伊的老爸讲。老爸就对伊讲，伊对倒一条路倒去，伊的囝就报因老爸知，对犹大来上帝重用的人倒去的路。伊就吩咐伊囝讲：恁甲我准备礼啊！因就准备好势。伊就徛离去日迄上帝重用的人，看到伊坐伫墙树骹，就问伊讲：你对犹大来迄位上帝重用的人是无？伊讲：我就是。老先知甲伊讲：请你甲我倒去阮兜食饭。上帝重用人就讲：我袂当甲你去恁兜，嘛袂当伫即所在甲你食饭啉水，因为上主的话吩咐我，你伫遐毋通食饭，毋通啉水，嘛毋通对你去迄条路倒来。老先知就甲伊讲：我甲你同款是先知。有天使奉上主的命令甲我讲，你带伊甲你倒去恁兜，互伊食饭啉水。老先知是伫骗伊，伊就甲伊倒去，伫因兜食饭啉水。因两个人就做伙食的时阵，上帝的话就临到迄个带伊倒来的老先知讲。伊就甲伊对迄个犹大来上帝重用的人讲：上帝安尼讲，因为你有违背上主的话，无遵守上帝你的上帝对你的命令，倒来伊禁止你毋通食饭啉水的所在啉食，所以你的心思会带伫你列祖的梦。食饭啉水了后，老先知甲伊带倒来先知准备礼啊，
迄个先知徛伫离开了后，伫路里拄着一只狮，狮就甲伊咬死。伊先新尸倒伫路里，驴甲狮拢徛伫新尸的边仔。有人对遐经过，看到新尸倒伫路里，狮徛伫新尸的边仔，就来闹先知所大的声，讲起一个代志。一个得到上帝呼召的人，若是无有经历这个死，佮甲耶稣基督佮活的时阵，就活袂出被称义的性命。也亲像出来去以色列人，也亲像历代违背上帝旨意的这个王共款，因所追求的拢是家己想要爱，满足家己的欲望，甚至利用公务的便利来图家己的利益。最近伫台湾的政大顶悬也真闹热咧讨论，就是这个问题。歌罗西书第3章第1节到第11节，保罗安尼来提醒基督徒讲：既然恁已经甲基督做伙个活，就得追求天顶的事，伫遐基督坐伫上帝的正边。恁得专心注意顶面的事，毋是地上的事，因为恁已经死，恁的活命甲基督做伙稳藏伫上帝内面。基督是恁的活命，伊显现的时，恁嘛会甲伊做伙显现，来分享伊的荣耀。所以着消灭恁遐的俗世的欲望，就是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邪欲，甲贪婪。贪婪是拜偶像，因为这个事上帝要受去啉到入背业的人。恁以前趁这的欲望伫生活的时，言行举止嘛受因的支配。毋过现在恁入去杀受气，歹圣地怨愤、诽谤，甲讲垃圾笑话，毋通互相欺骗，因为恁已经有将旧的人甲习惯藏起来，将新的人穿落去。这个新的人创造主照家己的形象，继续地甲恁更新，互恁通真正捌伊，安尼无去分别希腊人或者是犹太人，受较礼还是无受较礼，无开化、野蛮、奴隶还是自由人。毋过基督是一切，也是伫一切的内面。蒙恩呼召的基督徒，就应该安怎做？是安尼就已经真明白。咱就爱接受到这个重生来得救，活出甲基督同款各活的活命，来跟对主，来荣耀主的名，爱弃杀一切的垃圾污秽。诗篇119篇169节到176节。上主啊，愿我求乞的声透到你的面前，求你照你的应允赐我智慧。愿我恳求的话达到你的面前，求你照你的应允牵求我。愿我的嘴唇发出呵乐，因为你有将你的律例教示我。愿我的嘴宣布你的应允，因为你的诫命拢公正。求你伸手帮助我，因为我有选择你的律例。上主啊，我较无你的拯救，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。求你互我活地，通称赞你，
互你的判断帮助我要路亲像失迷的羊，求你甲你的牧人找倒转来，因为我无袂记得你的诫命。望阮得救是上帝手赐互阮的恩典，因为安尼就会通对耶稣基督所享受的救恩来得救。恳求上帝帮助阮，成做一个甲主同格活、生命被改变的基督徒。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